下揾嘢玩，香港嘅山界大熱就係去獅子山心形古窯。最近嘅路線就係望夫石同埋紅梅谷自然教育徑。我哋喺港鐵站大圍站 B 出口經一個天橋，路經金絲花園同埋隆亨景田村，你一路行就會見到香港名勝獅子山同埋望夫石。如果你想慳腳力，直接到一個紅梅谷入口，即係獅子郊遊徑。獅子山郊野公園會路經紅梅谷燒烤場，設有公廁、汽水機、飲水機。梅谷以楊梅聞名，沿路會見到介紹荔枝嘅植物。其實夏天行呢個地方非常之方便，因為佢有好多密林同埋探索大自然。行半個鐘頭，你會見到一個分岔路，而我今次主要係去睇一個獅子山下嘅心形，就係獅子山古窯人氣急升，哇，變成熱點啊！以前獅子山古窯被稱為秘境，但係一通天非常之多行山人走去探秘。古窯路線有一個極短但險，第二較長就係疑迷路，但而家唔會啦，落晒呢個標，好快又到咗古窯。一個有心人就帶定工具嚟測量呢個古窯嘅尺寸。古窯高3米多，直徑大約5.7米。大家嚟嘅時候都係要量力而為，因為呢度山路崎嶇，甚至呢個古窯隨時會篤一聲跌落嚟。古窯由上而望下落去，好似一個心形，所以叫做心形古窯。甚至佢中間有一個拔地而起嘅高樹。啲古窯嘅結構係咪穩固？圍繞古窯嘅小徑，大家都要留神，唔好左踢右踢，踢中咗跌咗落下邊。如果有人，就大家就發生咗危險。前講過有2條路，而我哋上山嗰條路呢就比較危險，所以我哋行另外一條路走，而一條路就簡單好多。有人跨過呢個水渠走過去，咁啊梗係危險啲啦，大家都要留意。我哋會行獅紅古道前往望夫石。樓梯登上一個海拔約2000米嘅望夫石，咦，捱咗一連串嘅梯級，梗係要走上去同望夫石講聲嗨，你揾到你老公未啊？望夫石嘅結構沿住經過風化形成嘅直立石柱，
夫石嘅故事沿住相傳獅子山附近嘅村莊，一個男人為咗養家遠掛一個遠方工作，留低妻子同埋2個仔女，之後不知所蹤。佢妻子每一日帶仔女登上呢個獅子山遙望，期待一家團圓。一次風掩之後，3人化成石柱，默默地望着呢一個遠處。呢個望夫石大約有15米高，近睇就似花瓶石，遠睇先似一個孭着仔女嘅婦女。呢度望清楚，我孭住個仔喎。嚟到十字路口，你想諗住去獅子山啦，定係其他地方？指示石，呢個係英軍喺1930年樹立嘅指示石，上面寫上各級部隊嘅陣地同埋指揮部。獅子山頂半個鐘頭，沙田坳1又1/2小時，另外一邊去望夫石4/3小時。呢個叫乾隆古道。橫騰磡4/3小時，呢度落山。另外一個呢，其實我哋而家喺邊度？哇，睇幾靚嘅風景先。睇完風景之後呢，我哋過嚟呢度就係九龍坳，高度316米，好多地方行。最緊要係有佢。我哋唔會上獅尾或者係獅頭，因為我之前已經拍過片。我哋一路落山。見唔見到啊？沖涼位、廁所、套房嚟㗎，客廳、飯廳。哇！全部都係山景。上獅子山梗係要氣力啦。如果你又唔想上山，能夠影到原隻嘅獅子，就要入一個獅子山公園。講人嘅精神就叫獅子山。集再見。